伫新竹关西有一间动物园，也是游乐园吼。这内面的动物一工就要排出1吨半的排泄物。即马这业者就把这物件摕来变做是800公斤的肥料，园区内面的树木拢有肥料通好用。狮牛当然欢喜食豆，不过涂骹毛袂少的狮牛屎。根据游乐园统计，园区内所饲的动物一工有吨半的排泄物。 要怎处理？过去确实是真大的问题。不管是哪一种动物，对我们而言，怎么样把它们的排泄物这些粪便呢，在某个固定的时间进行收集。不管你是长颈鹿、犀牛、美洲野牛等等大大小小的草食动物，我们都会把粪便特别是在一早到中午之间呢，进行所谓的集中处理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园区开始用动物排泄物甲喷到肥，即马一工得当生产800公斤的肥料，唔那用在压肥种树啊，还有青菜，嘛是靠这来落肥。那每天这些粪便呢，大概可以转换大概700到800公斤的这个肥料，会运用在我们的农地上面。那一年的话，其实会超过大概450公吨的这个动物粪便。这些青菜把提供给在地厂商甲餐厅使用。达成循环经济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